同我間房望過嚟啊，有冇見到呢塊吧？冇錯，呢度就係瞓人工島嘅上橋點位置啊！呢度瞓人工島只需要5分鐘車程。今日帶你哋睇嘅呢個屋苑，可以咁講係最近香港嘅屋苑冇之一。70年產權嘅精裝住宅單位，而家首期10個，你就立地啦。樓下有埋會所、泳池，呢度返香港嘅人工島5分鐘車程，返香港嘅 K11都係45分鐘車程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坐到上去望一望，就係呢度1150尺嘅4房2個指數嘅單位。入門口嘅呢個位置係可以做個鞋櫃嘅，咁我哋入返嚟望一望啦。入門嘅右手邊呢度係第一間房，可以做書房或者係雜物房都 OK 嘅。哇，你睇下呢個廳，餐客廳一體化設計啊，6米嘅開間啊呢度。餐廳呢度擺個4到6人嘅餐位係完全足夠嘅。你睇翻個廚房啦，廚房咧做咗個 L 型嘅設計啊，呢度就係你嘅雪櫃位啦。咁嚟呢邊睇睇啦，呢邊係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以及你嘅第2間房啊。咁嚟睇翻呢個客廳啦，客廳咧做咗個打通露台嘅一個設計噶。嗱，呢度對面就係澳門啦，對面500米距離就係澳門啦。咁我哋翻嚟呢邊睇睇，呢度係你嘅第3間房，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使用啦。最後呢度就係你嘅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都有帶個衣帽間同埋乾濕分離嘅陶瓷嘅。呢套屋苑10萬蚊首期，你就攞低啦。感興趣嘅朋友仔評論區留言，發資料俾你啦。